市长部分来看，高雄市长方面的4号选人内底呢，这个市长陈其迈立到4号，国民党郭志温3号，即嘛是2个人头一摆伫公开场合拄着。啊，这个台中的部分，民进党蔡其昌立到2号，这2号时发生一寡插曲，主持人念到号码。罗秀燕是由这个竞选团队代替立到3号。通车部分，国民党张善政立到1号，民进党陈文平是3号，也有其他县市候选人立到几号，做来看卖。讲市长选举后要抽签，文化中心一透早就真热热。上早9位的国民党候选人郭志温，伫支持者的拍休之下，今日去内底刷来市长陈其迈嘛到位啊。双会阵营比气势比人气，进入会场2个人握手问好，讲几句话，随后陈其迈先上台抽到4号。郭志温抽到3号，话出口后万事 OK。柯志恩女士3号。选战开始以来，陈其迈和郭志温头一摆共台活动，敢有讲啥？双方讲有，祝福对方。老朋友啦哈，然后见面就寒暄，也聊一下选举的心情，祝福他选举一切顺利。我也祝福他，本来就是有一些的私交，大概就是讲一些过去的事情。过来到台中，民进党提名的蔡其昌8点半就带竞选团队到场等待，上台时抽到2号，主持人却无细字，讲唔到号码。蔡其昌先生抽中1号。好，不好意思。现场出现小插曲，另外轮到市长罗秀燕抽口的时，因为伊拄好有市政行程，本人无到位，请竞选总部总干事杨庆英来替伊抽签。3号选卢秀燕最好。搁看到涂恒，国民党张善政抽到1号，随喊甲真大声。桃园第1名，善胜一定赢。民进党的陈文平是抽到3号。运鹏当市长，市民有靠山。3号。另外，民众党赖香玲抽到2号，伫台南的部分争取连任的台南市长王伟铁无亲身参加，委托青龙替伊抽签，抽到5号。到5号，当然这个吉祥话就是5告战。国民党候选人写2届，同款请人替伊抽，抽到3号。3号上届好。地方选举候选人的号码拢抽出来啊！离选前阁有36天，大家拢把握时间要继续拼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